大家好，又係我三灣 Curry， 又有一個樓盤出事啦。尋晚咧 ，Eric 咧就刷到我哋東張西望嘅一條最新報道嘅視頻。供緊銀行咧，好似供緊一沓紙咁樣，好唔實在啊！供款嚟咪白費咗，咁突然間話間屋你冇啊，供緊啲空氣咁，簡直唔可以接受咯！即係你欺詐港澳同胞啦！依家嗱，收咗樓，做咗按揭，供緊樓，做埋裝修，入埋伙噶啦。但係喺今年年初準備辦房產證要交契稅嘅時候，佢突然間喺業主群組發現咗件千奇百怪嘅事。即係個業主就話：點解個收據嗰度係4棟1單元，我住6棟1單元，同埋呢個屋苑個名唔同咗。視頻所講嘅樓盤咧，就係位於我哋中山坦洲嘅朗詩新城啦。呢位業主講緊，佢明明住緊6棟1單元，點解收據係寫到4棟1單元呢？大家記住呢度嘅收據咧，指嘅係佢嘅購房發票。咁講緊朗詩新城呢個樓盤咧，可以講係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佢啊，命運坎坷啊！嗱，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呢？咁啊 ，Eric 喺呢度不得不提講翻我哋朗詩新城呢個樓盤嘅一個歷史由來啦。呢一張咧係成個朗詩新城一個土地使用權證啊，可以見到發展商係中山市天悅物流發展有限公司，用途嘅性質係商業住宅嘅出讓地塊，起址年限咧係去到2077年嘅3月1號，亦即係話成個朗詩新城嘅地塊咧係07年攞嘅地嚟嘅。咁可以見到右手邊咧啲藍色嘅公章咧就係辦理呢個預售證嘅所有嘅一個蓋章啦，可以由此見到咧盤係冇問題嘅。咁問題出現喺邊度咧？呢一張係朗詩新城前身嘅一個項目備用公示表嚟嘅。咁啊，項目備用名稱咧就叫做港澳城邦花園啦。項目所在地咧就係坦洲鎮嘅永義村，投資20個億。港澳城邦係一個商住嘅小區項目，總建築面積71萬幾平方，總用地面積係32萬9千幾平方米。記住前邊嘅呢一個總建築面積係71萬幾。咁啊，後邊嘅呢一段說話，其中住宅面積45萬7千，到呢個公建面積3397平方米，呢個係成個朗詩新城前身嘅一個總嘅建築面積，分為4期開發。發展商咧係呢個中山市嘅天悅物流發展有限公司啦。咁啊，申報嘅日期咧係2016年嘅7月8號，起址年限咧係2017年嘅3月1號開始動工。到呢個2022年10月1號就要開發完畢。原本呢個項目放喺2016年房地產如日中天嘅市場嚟講咧，絕對係市面上一個好好嘅一個產品。但係由於發展商天悅物流嘅經營不善，導致咗破產清算。喺2018年嘅1月份、7月份，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先後2次喺阿里司法拍賣平台上邊拍賣中山市永洲鎮永義村嘅一宗商住地塊。但係2次拍賣最後都被終止晒。喺2次拍賣嘅期間咧，港澳城邦花園嘅發展商天悅物流發展有限公司前後都有同時代中國簽訂合作協議，共同開發港澳城邦嘅開發項目事宜。雖然簽訂咗合作事宜，但係共同開發呢件事咧一直就未有下文啦。直到臨近22年嘅年尾咧，先至由我哋呢個朗詩地產嚟正式接手，一切先至叫做塵埃落定啦。梁生所賣嘅屋苑周圍都係寫住朗詩新城，但係睇翻佢份買賣合約，樓宇名稱係港澳城邦花園，座數就係6棟1單元。再睇埋當局提示交契稅嘅信息，樓盤名就變為港澳城邦花園匯佳苑，座數仲改為4棟1單元啦。名又改咗，連座數都改埋，業主們都覺得咁係咩玩法啊？點解會出現名又改埋、座數又改埋嘅情況呢？根據網上搜集到嘅資料，當時港澳城邦花園1期規劃係10棟嘅高層住宅，總建築面積係33萬平方。但係自從朗詩地產接手翻嚟之後，根據 Elliot 之前收到嘅宣傳單張嚟講，係寫住56萬平方嘅流量明星大盤。去到現場咧，亦都係起咗15棟嘅高層住宅加1棟營銷中心啊！喺呢度諗諗面積多咗，座數又多咗。如果係根據當地公屋系統人口登記嘅條例咧，係必須要對於重複嘅座數係進行呢個重新備案同埋重新登記呢個座數嘅，所以就出現咗呢個名又改埋，座數又改埋嘅情況啦。我而家譬如話真係交咗契稅，
同埋攞埋房產證，即係4棟一單元嘅話，咁我突然間有人揸住6棟嘅房產證入嚟我屋，咁我供緊嗰間屋喺邊度？樓盤名改咗，座數都改埋。朗詩新城嘅業主們而家連房產證都唔敢去辦，因為佢哋擔心房產證所寫嘅地址同銀行按揭地址、買賣合約地址不符，會影響自己嘅產權。呢度講到房產證上邊嘅地址與銀行按揭地址不符合，會唔會影響我哋嘅業權呢？講真，對於一手買家嚟講咧，就肯定唔會。咁會唔會影響邊個階段呢？就係呢個二手買賣過程啦。對於二手買家申請嘅銀行評估機構上門嘅時候，佢就會以呢一個實際居住流動與房產證不符為由，拒絕我哋呢一個二手買家嘅一個貸款申請啦。咁我哋業主點算好呢？明明呢個房產證係真實存在嘅喎，亦都唔係話冇辦法解決。咁啊，需要我哋業主呢，就去到當地小區嘅一個街道辦事處去開具呢個證明啦，俾呢個銀行。咁啊，呢個二手買家咧就可以正常通過呢個銀行審批啦。當然啦，我哋一手買家嚟講咧，喺未出房產證之前，如果發現到呢個問題，提前解決咗佢咧，咁就冇後顧之憂啦。喺內地咧，如果冇房產證嘅話咧，咁就會有好大問題嘅。咁第一咧就證明唔到咧佢嘅業權。咁因為你證明唔到你業權擁有人嘅話咧，將來呢一間屋需要做繼承啊，或者其他任何牽涉到呢間屋嘅權益嘅問題，喺冇房產證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會冇效。事實啊，香港同大陸嘅一啲買賣樓宇嘅一啲程序咧係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嘅房產證咧可能就係一大沓嘅合同，咁國內咧只係一本好簡單嘅一個房產證，我哋俗稱為紅本啦。Eric 咧前幾日咧有個業主，佢又介紹個朋友，佢有層樓喺深圳福田咧要放賣，但係咧佢係已經有20幾年冇翻嚟過嘅，佢係一個英國嘅華僑。咁啊，佢嘅層樓係咩情況咧？其實層樓咧係佢阿爸阿媽嗰陣時深圳回遷拆遷嘅時候賠償嘅一層村屋嚟嘅。咁啊，就係都係屬於嗰種樓梯房啦。咁啊，對於呢種樓梯房咧，有可能嘅就係當時佢阿爸阿媽咧係冇提前去補翻呢個地稅去辦理呢個房產證出嚟嘅。我哋就俗稱為叫做小產權房啦。小產權咧呢啲放喺任何市場咧係好難出售嘅，因為咧係做唔到碌戶嘅呢一個選址嘅呢一個方法㗎。咁啊，另外嚟講咧，再加上佢嘅阿爸阿媽又過咗世，咁啊翻到嚟之後，如果冇辦理房產證嘅情況下，你就要首先會做一個叫做遺囑遺產公證啦。OK， 跟住咧仲要去補翻呢個呢個稅啦，跟住先至可以辦理呢個房產證，跟住先至可以作為呢一個商品去二手市場去流通。呢個咧係過程好麻煩，而且好繁瑣，需要嘅市場咧亦都需要好耐嘅。25年個2月16號嗰日咧，好多業主代表啊，我啲業主啊都去售樓部啊，就同開發商大家協商。開發商又通知咗派出所啦、公安部門嘅附管科啦、有規劃局啦、有住建部啦，4個部門。得到嘅解釋係，開發商將屋苑內嘅車房同埋主入口門樓當作係第一棟同埋第二棟，不符合公安部嘅規定，所以被要求剔除，然後再重新編排流動嘅號碼。原本嘅6棟1單元就褪前2個 number 成為4棟1單元，但係呢棟嘅業主就話幾大都唔制啊！而家要改6棟變翻6棟咧，要涉及到全盤再排過，而家涉及到其他棟數嘅業主，十分麻煩。其中有個附管科嘅，當時咧佢出咗一個證明，話佢哋係22年4月29日已經係確定咗你6棟變4棟㗎。你2022年改咗個名，點解2023年唔係俾我哋唔係用嗰個名？佢就解釋唔到啦，佢就唔講嘢啦。呢個問題我解決唔到嘅，我只係將呢個過程就解釋清楚係咩一回事。係2022年4月29號，公安批覆，當時批覆咗就存在咗呢個叫做預售房號同確權房號嘅一個對照表，正式確權係24年嘅12月份。喺呢個確權之後，公安嘅嗰份確權地址先至會正式使用。因為確權前我哋係屬於預售房，確權後就屬於現房，現房就要對照翻公安嘅嗰份對照表啦，個確權房號啦。咁所以就會出現咗預售房號同呢個產權證嘅房號唔一致嘅情況。首先，我哋其實係有2個地方係做咗告知嘅，一個係範本合同第1點第2條，買受人知悉可能會出現
買賣合同項下商品房嘅地址與房產證嘅登記地址、小區門牌號等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佢仲攞出文件，話買樓嘅時候再俾咗張知情書大家簽，重複通知咗準業主。不過業主就質疑，明知第6棟會改為第4棟，點解唔直接喺合約上寫明係第4棟呢？睇到呢個片段咧 ，Eric 先生講呢個發展商負責人現時今日先至係同呢班業主咧當面對質咧，已經係亡羊補牢為時已晚㗎啦。其實喺我哋呢個客戶喺落定嗰一刻簽認購書又好，網簽之前，銷售律師係必須要同客戶咧一一解答清楚佢所購買嘅樓宇嘅單位名以及一啲詳細信息嘅。呢件事今日先至係作為一個補救嘅政策，其實已經係遲㗎啦。咁啊，呢個係根本就違反咗我哋呢一個房地產銷售條例嘅一個公開、公平、公正一個條例。我呢係我個品牌方，係我哋合作品牌方。咁所以我哋嘅所有嘅推廣資料，用朗詩新城係一個推廣名，合同係天悅物流開發嘅港澳城邦花園。咁點解有匯佳苑、匯咸苑甚至乜乜苑呢？因為我哋公司呢兩嚿地有4期，當時我哋報民證嘅時候，佢就話唔得喎，你咁樣以後會出現流動號重複，我要你起多個名喺前邊，咁就多咗個咩匯佳苑、匯咸苑，我3期仲有匯咩苑我都唔記得咗啦嚇。因為我哋啲業主咧係睇住個6字去買㗎，好多業主即係以我所知。如果你依家改匯佳苑啫，你改殯儀館咁咪點算啊？4棟殯儀館點算啊？所有涉及呢間屋嘅水電燃氣、門牌、入戶、二手交易買賣、按揭、稅金嘅納稅嘅完稅證明，都唔會因為呢件事有任何嘅改變。嗱，呢個係我哋已經係諮詢各個部門。你依家話6棟1單元變到4棟1單元，我哋過去嗰度住埋嗰間屋得唔得？得唔得？不過4棟1單元嚟嘅喎，係啊，得唔得啊？我2份嘢都有，啱知自己去邊度，得唔得啊？好啦，以上咧就係 Eric 對於東張西望最新視頻一啲重要信息嘅一啲片段摘錄啦。觀眾朋友咧可以去仔細去觀看啊。咁啊睇到呢度咧 ，Eric 衷心嘅一個買樓嘅一個誠懇建議，買樓優先揀翻啲大品牌央企、國企呢啲項目。其次咧就係一啲現樓嘅一啲準現樓項目啦，起碼呢啲咧你係可以見到唔會改變嘅。咁啊，對於呢種破產重組又重新收購嘅項目咧，特別係樓花，建議咧就千祈就唔好去掂啦，係嘛？以往 Eric 嘅視頻咧就係教大家去學習買樓之前嘅買樓功課。下一期嘅視頻咧 ，Eric 就專門出一輯我哋作為業主買咗樓之後，同埋收咗樓之後遇到嘅一系列問題，點樣去有效保護我哋嘅自己嘅權益，同埋一啲解決嘅方法。記得關注我哋新灣區置業頻道，關注 Eric 嘅呢一條片，share 俾身邊如果係遇到呢啲情況嘅朋友。最後再囉嗦多一句，關注我哋新灣區置業嘅朋友，而家通過我哋購買中山珠海一手樓宇，保證回佣協議白紙黑字寫清楚，再私信 Eric 另一份2025年中山珠海一手樓盤回佣公房表，講核數據全公開。我哋今期嘅視頻分享到呢度，下期再見，拜拜。